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群阿群妹。哇，亚一报嘅好天时真係見來見熱了，因為5月節吼，張高鐵大家啲吼，5月節高鐵歐婆就做得了佢輸起來了，因為真嘅天時見來見熱。韓國其實亞一餐咩啊啲下豬頭就會慢慢風落一陣動態嘅伊，故做大家出門啊，愛記得仔愛帶到來哦，韓國風勢愛做好來哦，故做今日阿群妹啲節目當中吼，愛同大家來分享熱天到嘅，大家就當好出去喏，不去行行聊聊啊，今日阿群妹就會來同大家分享伊咧，當時合大家出去行行聊聊嘅一隻活動哦，係呢特別是客家文化基金會所辦咧，我都平喜平草也傳熱啲誒呢，特別是客家主題公園我來辦理了，歡迎大家來參加。故作今日節目當中就細細格格來歡迎有請到嘅來賓，先來歡迎呢特別是客家文化基金會嘅負責行政，歡迎邱思明負責行政，歡迎。大家好，我係客家文化基金會嘅負責行政邱思明。我係閩南人，唔講嚟台北睇，故數第一聽係合法級專門過來時間，請大家多多包涵。哇，中山鼓勵好，也一台講得當好，盡量講本佢順，愛講本大家聽同大家來小記一隻發通。今日節目當中，還歡迎到另外一位來賓，係安利加拿大航空的總經理，歡迎陳美芝，歡迎陳總經理，歡迎。安子說，我係加拿大航空公司陳美芝，我係苗栗人，從細就到苗栗長大，根本然後當歡迎有個機會，到亞個電視台來接受這個訪問，希望苗栗嘅鄉親可以坦白聲嚟講嘅話，因為當久冇聯繫嘅。歡迎，我哋係苗栗人。故事好，今日有隻發通嘅是到當天片，也係一個野傳業，不過其實係同樣加拿大來共下來合作辦理安樣嘅一個發通。先請問一下我們的市民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呢隻發通佢一開始到野下辦了幾多年呢？辦了5年。5年，哦，故說其實要辦一段時間呢。唔過我知道，當奇怪嘅係一開始用會想到講為啲呢主題公園來辦安樣嘅一隻發通。那啲主題公園特別有動態草坪啊，還有一些自然環境。對。為什麼來想到說，怎麼樣去吸引到後生人來到主題公園，來啲主題公園聊？那用野餐的方式，就是一個會吸引到後生人來到主題公園聊的方式。那來到主題公園以後，在這個草地上席地而坐，然後可能吃個東西，然後聊聊天。那我們提供的很多很懂得的表演，還有談土地、談身份、談這個自然環境、談懂的事情，還有讓台北市民朋友來到鴉片以後，都得體驗客家文化。對，故說就要在平喜平草嘅野傳業，對不對？故說你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怎麼解一開始一名嘅就會很多平起平坐。因為基金會後生人想到野餐哈，其實它就是要坐下來。那坐下來以後，其實不管你是來自哪裡，你的身份、你的階層是什麼，在外面的工作，其實來到主題公園以後，坐在草地上，大家都是一樣的，都是平等的，然後都席地而坐，都共同去討論各種的話題，各種的一些理想跟夢想，這是就是很愉快的去打追鼓的方式。對，希望大家啲共用嘅味嘅、共用嘅方式來同大家分享自己嘅想法，對不對？唔過我知道，亞擺當 T P 咧係同安利加拿大商會來共下合作，因為有一隻當 T P 嘅建議，第二個時間來發生，是我們的加拿大的國慶日，對不對？國慶日是在是到7月1號，唔係6月30。不過因為6月30係禮拜六，它是
他感觉跟他合家一起来欢乐，刚刚个日子也选得还不错啦。对，不过其实你加拿大商会，有冇想到讲外地呀客家公园来攀你按用嘅法通？像客家客家文化园区哈，客家人就懂热情啊，懂好客，好，我觉得客家文化园区嘛，也是展现了他的这种一种热情好客，对加拿大商会也懂友善，我觉得也就会加拿大跟台湾人穷用的地方哈，也借这个机会变成说你文化交流啊，大家可以有零距离的一种互相交流的一个机会，然后。古时候，生了呀，加拿大嘅国庆日同平戏平草嘅亚春日两个这个大节日，共下来做一个结合。那我想有一个问题吼，想要来问一下总经理，在加拿大，大家的国庆日野餐，这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吗？因为加拿大本身地方动态，人又动少，你看台湾人赚2300万，佢加拿大就赚3500万人，不过佢係全世界第一大一个国家，就是说你的土地动态，所以每一让你可以奋斗为土地面积是相对很大，然后天气好的时候，他赶紧都喜欢户外活动。所以其实他唔抵嘅，到台湾拿加拿大护照、加拿大籍的人，实在是懂多。家都有讲，英国是全球除了加拿大本身跟美国本身，是全球第4大，有这么多加拿大人聚集在台湾。哇！所以跟台湾的联动是相当的密切。古时候其实好啲台湾嘅加拿大人原來有按到，我都唔知耶。對，古時候啲台北攀呀就按嚟嘅法通分樣當到，唔講係加拿大人，也係講啲台灣人，睇個做啲鄉下都有隻素材，睇個平起平坐做啲鄉下打嘴鼓，韓國青春有嘅係韓做啲做呀這個互相的文化嘅交流，錯嘛？我愛去了解加拿大人佢哋嘅生活方式，佢哋平常。什麼嘅、搞乜嘅，他們的野餐係上東用嘅，他可能還有其他外國人會共下來參加哦，對不對？韓國唔單止按呢，咩分享加拿大人來了解到客家嘅文化，對，其實也發通地度有非常多嘅內容，要同大家來了解，地度就要包含客家嘅唔講係音樂啊，又係食嘅東西全部就到地步，唔過既然文化交流，也係阿全部就真係愛來同大家嚟交流一下吼，韓國人嘅交流係有電路嘅哦，用嚟講咯，因為吼是愛講呀下基本嘅阿權妹啲節目地度講嘅呀啲客家話，就做得拿到一隻細電路，是我們的很可愛的平起平坐的紙膠帶，等等一下這樣子的一個文創商品。好，古時候阿權妹也係愛來客話搞好了，愛來搞嘅係。歡迎共下來了，講一遍，歡迎共下來了。冇唔錯，大家去參加呀，平起平坐嘅野餐，你是愛講嘅計劃，就做得拿到這個紙膠帶哦。古時候其實要在發通地度，我們的市民跟七個沒有參加過幾多屆，全部就有，全部都有。所以你是忠實的參加，對。按不頭還留下來。鄉下糖飲咯，還有燒酒，生馬酒。哇，因為生馬酒算係加拿大的人就好山好水，所以夾個水當後做個手工精釀啤酒，在當場買有以後食。現場沒有手工的精釀啤酒，古時候也真係係一個文化的交流，所以也規則發通期盼呢日嚟，家下有講到係6月30號禮拜6嘅時間。東珠12點，到暗晡頭9點。東珠12點到暗晡頭9點。這假使講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想要去嘅話，係隨時乜嘅時間就做得落去。做得。分享大家來了。今年卡冇共用係同加拿大鴉片商會那邊去做一些合作，是第一部分來有搶到來今年度還有
油腔道的团体，这个打邦尼的团体来到现场去做表演，放在这个开幕场的部分。对，还有今年特别去油腔道苗栗那边的反清复明的团队来到主题公园底部，把当地的一些特色食材去在那边做完整的呈现。还有东市那边的一个新丁版，所以我们现场有那个 live cooking show， 就是会抢东市鸦片的社区妈妈来到现场来做新丁版，同大家款，还有抢大家来到公园底部体验怎么做新丁版。哇，古时其實也幾個發通嘅內容非常非常嘅豐富哦。我想可能啲台灣，即使是在台灣好了，可能沒有人冇看過新丁版用嘅做。當然我是對不對？當然我是對。古時我一個人來到啲台灣，尤其係啲加拿大人來到台灣，看到有按用嘅發通聽錯會吃到非常的新鮮。韓國人一開始有講到一開始就有這個打邦尼樂團。來做這個開場的表演，哇！古時候大家底下其實打邦尼樂團係啲新竹港園非常久嘅一個表演嘅團體，也就創嘅非常彩鐵嘅動作客家歌曲，就係愛同大家來分享哦。古時候歡迎大家6月30號共下來參加評戲評錯嘅野餐日，先休息一下，等下還有更多精彩嘅節目同大家分享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阿權妹啲節目當中，會同大家來分享吼，做得出去行行了了嘅法通就係呀。很多評戲評錯也傳意咯，韓國大家有看到哈，亞數紅有一張這樣子的一個資料夾，想要拿到要的資料夾是要送我們的 Line at， 是有那個加小老鼠的那個 Line at 哦，只要加入公園的 Line at 就可以拿到這樣子的東定營銷的一個文件夾。韓國剛剛一開始阿權妹有搞一個合法，很多分享窮下來了，就做得拿到非常可愛的紙膠帶，叫做分享大家吼，有動到做得拿4點錄嘅方式分享大家踴躍來參加呀！6月30號的東主頭12點開始，一直到安布頭嘅呀，這個平起平坐的野餐日。不過 Andy 吼，其實東島人啲台北嘅客家人，啲台北嘅客家人，東島就係對呀土種苗啊、切遷徙上來嘅，算是我們的這個台灣的移民啦，另外一種島內的移民。針對安陽嘅移民來講，市民哥係唔係有想愛同呀客家嘅現象來做結合？台北市吼，東島嘅客家人想來共用，阿爸阿媽三四年前來到台北以後，較深度嘅客家客家種嘅記憶啦，較冇一個地方。那主題公園這幾年哈，很努力的是想要讓公園底部有一種台北佛坊的這樣呈現這樣子的一個想法。嗰種來野餐日的發通底部還有這2年一直是向苗栗桃園新竹的原鄉去做對接，就做對接的部分，有像當地的這些後生人來到表演團體來到台北，跟台北的客家人交流的時間。然後也讓這個台北的市民來參加野餐日的活動以後，帶他們回到原鄉去看。有誒，因為其實比如講啲台北讀到客家人，也係苗栗客家人，也係講苗栗嘅客家嘅事情，自然就會勾起我想起苗栗嘅記憶，就像前面你看到總經理一樣，有冇？分外親切。對，分外親切，很多為老氣感的自己的時空拉回到苗栗
的那种感觉。古时候其实公园一直都伫个做亚件事情。对，唔单像安尼哦，要在亚传日啦，唔单像有东西好食，有事情好搞，有表演好看以外，其实吼还有这个精彩嘅内容爱同大家来分享。不过既然大家爱去亚传，爱去做暗道事情，係唔係愛準備呢個東西？因為就我嘅理解吼，愛去亞傳其實愛帶動到東西呢，要帶什麼野餐墊呐、這類東西呀、對不對？去到亞平去平從亞傳，你愛帶乜嘅？帶野餐墊，帶吃的東西，帶好朋友來到公園就做對，好心情，對不對？好心情，係做。哦，不過其實就算不準備野餐墊，其實我吃到公園的環境已經非常的舒服了。對。有去公園裡邊，現在啦，東江，因為公園裡邊有種都有這種水稻。嗰時候來到公園以後，找一個草地上坐，其實就有看到客家種的一些意象之外，還有一些自然的作物，還有水車，對不對？水茶哦，古時候去到公園裡度，就算你不想準備那麼多東西，冇想愛帶野餐墊，每週得去到個片席地而坐。而且唐宮園區其實沒有準備一道像是野餐的桌子啊，韓國亞傳的要的野餐墊，對不對？要不然發通同苗栗的反清復明合作。反清復明他們會把苗栗當地的食材、水果做成點心，做成那個蛋糕的方式，還有把新鮮的水果做成水果茶，然後還會帶他們的柑橘香，然後佈置成這個野餐的會場。所以來到事先來報名參加野餐日的朋友們，買到這個 passport，我們這次的客家 passport 就會拿數號那種客家護照，就可以做很多的體驗的活動，有斗笠飛行大賽。新年來到以後畫斗笠畫完之後，就直接去丟，看誰丟得遠。哇，就會拿數號要得拎嘛。古時候好，先講前提還要先買到呀，這個客家 passport 是我們的客家護照。拿到呀客家護照後呀，後背不只有這個很多的節目表以外，還做得參加嘛嘅，還做得參加彩繪立馬 DIY， 還做得來做行電版，還做得來參加立馬飛行大賽，拿立馬來做飛盤，會不會阿公考誤公給我？這個想法好特別哦！有沒有想到過會拿立馬來當飛盤？所以野餐日發動底部，我們有把很多在客家中，就是新年來在搞的諷刺的遊戲來到台北去同大家共同搞。所以就得來先彩繪這個立馬，彩繪完之後就拿來準飛盤的，看馬啥的都可以演。除咗呀，因為還有行電版嘅製作嘅體驗，還做啲體驗做行電版 DIY 的。就係一開始有講到好多人喺台灣可能未冇看過、冇做過行電版。韓國呀行電版有嘛個比如說有加入一些創新的元素在裡面嗎？去年係加拿大國慶150年的生日週年慶。過程來古體公園特別做了一個30斤的一個板模，裡面動態，那30斤有多大？那個動態，其他聲音是什麼的動態？然後我們就想要把行電版客家行電版文化介紹給外國朋友。那我們就把加拿大的冰，就是他那邊的那個冰的那個意象，雪花的意象跟楓葉，他們的那個楓葉的部分結合到我們新丁版的文化，然後去做成了一個大板模，也現場做了這個大的蛋糕，客家人的板呢，當做生日蛋糕送給加拿大。好酷哦！因為其實地國人他們也很流行是動態給人糕，對不對？喜歡切很大的蛋糕，不管是婚禮或者是聚會 party 裡面。我要動態嘅幾多人搞，嘅客家人啲台中董事嘅客家人 party 嘅時間就來切動態嘅行電版，古時候和 TP 做暗用嘅結合，對不對？慶祝呀加拿大生日快樂，韓國唔單槍案呢吼呀，這個有寫說有一個 live cooking show，這是什麼東西？Live cooking show 是我們從台中找到東勢的社區媽媽，對，送來台北，把那些
做7点半的东西全部搬到台北，现场去做那个新丁板，甚至去做这个30斤大本的材料准备，让来到公园底边的朋友还有外国人能够看到说新丁板从头到尾的制成，对，是这个 live show 的这样概念。对，韩国除了拿到呀 passport 以外呀，韩州得拿到点心，它是可以兑换点心的，对不对？有香蕉的马粪，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草莓，然后还有包含很多的这个水果做过水果茶，对，都是用在地的食材。还可以优先使用公园已经布置好的这个野餐的环境。那假使讲天时地条件呢，乡亲朋友想要买到呀在客家 passport， 按用嘅来买呢？上主题公园的 Facebook 还有官方网站都做对买到。对，韩国有早鸟票，早鸟票整个便宜的100塊按到。早鸟票是什么时候呢？早鸟票是第一哈希是1冊都2月29號到前一天都算是早鸟就对了啦。你只要不要当天去买，都可以买到早鸟价350塊哦。先从买。当天买是450塊，黑暗的，对不对？故说分享太港买到要这个客家 passport 就可以吃懂的东西、搞懂的东西，还可以玩这个德利马，唔会本太人靠唔讲嘅德利马太帅，非常的有趣。韩国其实呀 Hellboy 有非常多的这个节目的介绍，我昨天看到后呀12點開始就是这个开幕的乐团表演，就是打邦尼乐团，然後接下來其實有懂到外國嘅表演團體，對，我是感覺講去年去的时候啊，我会觉得阿妈个都冇准备，就带一个心情来交朋友的心情。因为也是同好，不管是唔係交台湾的客家人的朋友，也係外國人、加拿大人、美國人，當到人做嘅太細全部去到搞，好去到聊，當好嘅機會啦。我覺得一個是國際性的一種活動，那我也蠻鼓勵大家就去聊，我當好交流。嘿，記住，市民哥，你自家按到年有去過嘅經驗，你看到有當到外國人去冇？80%都是外國人。80%很多哎，所以其實也係就有當到外國人向下來參加嘅活動。整天下來有，剛才總經理還問我了一下，整天下來大概有2-3千的外國人。对，哇，来自四面八方的加拿大的，在台北或台湾定居的这样子的一个外国人，都会来到加拿大的人会来到主题公园里面。有加拿大人啦，加拿大朋友、美國人啦、歐洲人啦、日本人啦，全部都會來。太細所以可以練習。唔止練習講客家話、講英文、講日文，全部都做得。好，你吃的東西嘛，有當地東西，也有加拿大風味的東西嘛，做得吃得到。哦，還有加拿大風味的東西哦，故說分享大家2月30號共下來，去呀平湊呀春日，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要真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阿權妹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禮拜6 2月30號，對呀，當主頭12點開始，一直到暗晡頭，啲呀特別是客家主題公園，有呀只平起平坐嘅野餐日，佢係結合嘅呀加拿大的國慶日哦。做嚟講係一個非常特別嘅活動，唔單止有客家嘅交流，還有外國文化嘅交流。正經當天片分享大家去到呀，特別是客家主題公園來行聊聊嘅。我們想來問一下吼，既然啲呀主題公園運動節看得到、食得到嘅呢客家嘅東西，亞擺平起平坐野餐日，咩有機會做得來食到、看到呀這個加拿大嘅食的東西、搞的東西，對不對？係啊，有台版的，有加拿大版的。加拿大就可以是因為它有移民國家，有各式料理，然後
台湾人都嗰邊嘛當到，幾十萬人都嗰邊，但像客家人呀、台灣人都嗰邊，法國人都嗰邊嘛有哈，所以這一次你會看到嘅有個叫英文叫 poutine， 但是它其實是法語哈，法語那個是法國式的薯條，然後薯條炸了以後呢，上面有放那個肉汁，非常特別，非常好吃，你一定要吃。對，然後都好吃，然後是，個米上也去加拿大一定要食100，哈，一定要食。聽就有個手工精釀啤酒，對，因為給加拿大好山好水，真的值得推薦大家去品嘗一下。除了剛剛執行長也都講了一個活動之外，加拿大這邊也有一個牛仔節，是全世界北美是第2大的牛仔節，7月中旬，好，大概有幾十萬人在3、4天裡面就聚集在一個卡加利的地方，所以亞拜呢，都客家文化園區也有一個叫做野牛機挑戰，對，那個很有趣，所以小朋友也可以上去騎看野牛是怎麼樣的狀態。搞那種模擬的，它其實就下面會鋪軟墊啊，雖然那個牛會動啊，可能會被甩下來。不過最終的 heating 啊，米哈，因為畢竟啲頭髮會真給騎到牛背後，好像有一點可怕。所以太太甚至是可以去撩提高。對，所以其實這個野牛機看起來像會一隻遊戲，像會搞給窮遊。不過其實我們是想要借由這個遊戲來了解到加拿大的文化。然後我還有看到有路上的曲棍球，係啊，跟曲棍球就以加拿大同台美又比較北邊，對，所以它冬天的時候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冰天雪地，那所以它發展非常多的冰上或雪上的運動，那冰球就是 hockey 是其中一個。那它在2030年應該也會有冬季奧運會在那邊舉辦，然後它的滑雪，像惠斯勒的滑雪是全世界有名的，那這些都可以值得介紹給台灣的民眾，大家同大家來分享加拿大人其他都嘅生活，其他都旅遊的景點，對對，借由這個機會，平起平坐野餐日，以及跟這個加拿大商會來向下來做結合啦，亞加拿大的文化。分享俾大家，分享大家來參加。唔但像安尼，你加拿大商會含特別準備的電路非常非常豐富的抽獎來俾大家哦。要怎麼樣才可以參加這個抽獎呢？就大家去英文的時候啊，跟旁邊就會有可以買個那叫 raffle ticket， 就是抽獎券。哦，可能應該係100 kel， 有點像原油券的概念，就一張100 kel， 按你去買，看我買一朵，個錢呢就可以去換個啤酒啊，換個 poutine 啊，換東西來吃啦，可以抵消費就對了。買東西啊，跟那個券呢旁邊就有一個唇跟臉，就可以來當抽獎。那抽獎加拿大航空就贊助2張免費機票，可以去加拿大玩。然後其中有一個呢，有夾了飯店，連住宿2個晚上也免了，完全免費。又會安好，故說唔但像大家聽說愛買呀這個客家 passport 以外，還愛買這個原油券吼，全部登錄就懂吼，非常非常的豐富，對不對？係啊，故說加拿大還有當然到台灣啊，也很有才藝，有專業的歌唱的藝人，所以當場佢也會都唱歌誒。對，有當到滾滾嘅團體嘅表演，也的氣感就是加拿大籍的人，對不對？哇！所以你又可以吃到東西，又可以嘗到好音樂。對，不管是客家文化的美食，也係加拿大一網打盡。真嘅，但像安呢，其實啲台灣也偏偏有市集，對不對？也有市集的部分。從苗栗就是反清復明，他們帶到台北來的賣的當地的等路啦，還有當地的農特產品，還有南寧主題公園自己經營的這逐夢市集裡面就有來自閩農的特產，還有金門的獅山的，還等等很多的東西，吃的、喝的、玩的都有，在這個當天的活動裡面都可以買得到、吃得到。唔錯，非常特別嘅活動，但係按呢，因為呀，特別是客家基金會按多年來，第一個受採辦理這個加拿大的這樣子的一個國慶的活動，那我們當然要有一點表示啦，畢竟你啲台灣咩亞拜，佢哋上映又愛送嘛，該本佢哋呢？強用
3-4斤的胎板咸蛋板，上面有加拿大的枫叶的图案，在松杯用胎咸蛋板的方式庆祝加拿大的生日。对，可能会今年看某 Q 用哦，今年是把整个板去年是直接在东市做好板送上来哦，今年是直接在园区现场做，然后也会请董事长请总经理一起来去做压模动作，去体验下文化。体验版，对，就连亚哈蒂水红给利用啥都非常期待了，有没有？对，非常期待亚白给。我们当天还有来自东市的社区妈妈会带着那个恐龙秀的方式一起来去热闹。鼓手叫做Cooking Live Show， 对不对？它是一个表演嘅感觉，唔单像一片来做新灯板，还有一片老这个表演跟演出搞落去。恐龙黑东市当地的一个守护神啊，他们其实是把恐龙是东市的守护神。他们的在当地的一个民间的故事是有一个龙的形状，一个龙的形状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比较民间的守护神，所以这次的活动底杯有把他们用那个穿气球装的这样恐龙的那样子的氛围带到跟新店版的咸蛋板的文化去做结合，所以当天其实会很热闹。原来的董事还有我不知道的客家文化，隐藏版的，对，隐藏版的客家文化，这就是火花，对不对？对，就是我们客家基金会韩国同加拿大商会两张国家两种目标嘅文化交流出来、碰撞出来的火花。第三下来，下半年2018年，亚白基金会还有嘛个规划是跟国际接轨、国际相关的嘛？今年还有9月15号，就是9月15号，也一样跟加拿大一样是连续5年来到主题公园。办理音乐会的形式是美国的丹尼音乐节哦，对，所以他的对象是跟AIT 那边跟为了纪念一个战地的记者，也是在主题公园在台北有办理5年的时间。哇，那今年也会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年也会把文化交流、客家文化交流的部分放在这个丹尼音乐节的活动，今年15号。哇，鼓手其实好像安尼都难得的机会，唔单像有表演好看，有东西好吃，还有东西好搞好看，真係係非常值得大家來行聊聊。唔記得6月30號，歡迎大家來到台北市客家主題公園底下東主頭12點開始，一直到暗晡頭都有發通哦，非常非常嘅難行過。提醒大家聽說愛買這個客家 passport 就。都得拿到4登錄韓國參加當到神奇嘅遊戲哦。今日咩什麼？我們的邱副執行長，謝謝我們的陳總經理，來到呢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亞白嘅平喜平草嘅創意。咩當什麼各位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聽你運動欣賞，聽下來做運動。